有关这个郭文泰的太太陈培琪看厝买厝的代志，台北市议员林延峰今仔日来压料，讲郭文泰早伫个5月初10，就以个人的名义开4300万，伫立法院边仔的商业办公大楼买一间厝。问题是郭文泰翁仔某去年申报财产存款只2000多万，为什么无贷款，阁有法度来买这间4300万的厝呢？郭文泰讲，伊是用伊个人选举的补助款来买的，要当做个人的办公室。商办大楼真侪人伫咧遮出一轍，伫咧林森济南路口的济南大楼地理位置会当讲是真便利。离立法院敢若200公尺，就和民众党中央党部嘛敢若行10分钟。台北市议员林延峰就压了这栋商办3楼区郭文泰买落来。这一间商办就是全额现金购买，提户口钞本，经过比对，所有款情有影就是郭文泰本人。设计电脑嘛清楚写建平48.76平，地平7.33平，厝龄超过46年，拢总4300万。不过郭文泰财产申报现金敢若2000多万。林延峰就质疑钱是为倒位来的？有没有挪用政治现金的钱？柯文哲申报的短差是2723万，灌到尼奥跟石勒的916万，它的差额刚好就是1807万。选举补助款我们参照其他党的一些惯例。强调买厝钱绝对无违法，全是根据党内规定，将选举补助款1/3归中央党部，2/3是归个人使用。也就是讲，郭文泰先前确实买厝补助款买了你的名字的房产，你就是违背承诺。那我们参考其他以前总统候选人的例子我们是用那个钱去要设一个个人的办公室。民众党买回郭文泰的个人补助款，大部分拢交予党部，剩的则是个人使用，爱挂界唔通听别人咧黑白讲。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